好啦，今日咧我哋會學一個 Python 嘅語句，就係 for 啦。for 係一個循環嚟嘅。咁我如果未學識循環之前，首先我哋假設啦，喂，我想輸出1至100喎，咁可以點做咧？我哋 print 個1啦，我哋 run 一次。好啦，咁咪出個1咯。咁啊，好啦，喂，編個1、2、3、4、5一路加落去啊，得唔得啊？好啦，咁你見到我咧，喂，咁我都係4句啦，1、2、3、4咁樣 copy and paste 都好快啫。喂，假設我同你講，我唔係要出1至4嘅，我出1至1萬啊，咁點做咧？唔通 copy 1萬句咩？咁有排做啊！我哋有啲快啲、聰明啲嘅方法，就係用一啲重複語句，英文咧叫做 looping。好啦，咁 looping 點做咧？我查下晒呢啲先。好啦，咁我好簡單打咗呢兩句。looping 嘅意思就係話，喂，我有一個變量咧叫做 i 啦，佢會幫我數住重複做幾多次嘅。佢點數咧？佢就係個 range 係由1去到100，細過101呢個係最後嗰個數要細過佢嘅。i 每次加1，加到100就停啦。啊，啱啱好。好啦，咁由於每次都會變噶嘛個 i，所以就啱晒我哋咧，將個 i 寫落去個 print 嗰度。睇住咯，run 一次 ，run。咦？1至100 show 出嚟咯。嗱，個意思就係咁，就係咁嘅。for 嘅寫法就係 for 一個變量驗 range 1去到101之間啦。好啦，咁唔包括101嘅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咧，冒號後邊咧就係要重複嘅句子。個重複句子就係 print 個 i 出嚟。個 i 咧係每次會變嘅。第一次係1，第二次係2，出到呢個情況。OK， 好。咁我哋其實 for 咧仲有其他嘅寫法嘅，例如，好啦，咁我最常見嘅就係頭先我寫一個啦，就係 range 括弧兩個參數，中間加個逗號。例如2逗號5嘅意思即係2、3、4啦。喂，我簡單啲，我係由0開始去到3嘅，咁你可以寫 range 括弧4，佢就會出0、1、2、3。好啦，又假設咧，我唔係每次加1嘅，我每次加一個數，嗰個數例如今次係3，咁得唔得啊？咁我哋就加多個第3個參數落去啦。2、10同埋3嘅意思即係由2開始，每次加3，最尾要係細過10嘅，即係2、5、8咯。減都得嘅喎，減3咁咪由8開始，減一個3就變咗5，再減3就變咗2，2係唔出嘅，因為去到呢個2，我哋就之前就要停啦，所以去到5就會停。呢3種咧就係 for 循環，用 range 嘅寫法。好啦，嗱，而家咧同我寫個程式出嚟。個程式咧好簡單嘅，就係出1至100之間嘅單數，即係1、3、5、7、9、10、11、13一路數到99為止。好。OK，咁我哋咧有啲嘅導師指導計劃嘅，咁如果有興趣參加嘅話咧，可以 send email 去 ictexpert100@gmail.com。唔該晒。